来继续来看台中北屯一间美食的卖场发生着离经的车祸，一台轿车伫3楼的停车场要驶离开，结果弄到停车客一台修理车，赶紧驶巴去，搁去弄到条仔全冲向前，结果搁弄到头前一台拄要驶起行的轿车，哪会安尼爆冲弄车？ 弄条啊，搁弄车咧！讲这个毒品初步的检验是阳性，真有可能是食毒赛车。一台银色轿车慢慢地驶，碰着一声弄到白色四层的修理车，驾驶无停落来，先驶进前又搁入退后，直接去弄到后壁的条啊！来紧走起。车内驾驶惊一个赶紧要走，掩过袂赴啊！银色轿车又搁冲进前，直接就驶过来弄落去。 别台车驾驶看到了，有翕到事故现场，银色轿车后挡弄甲密密麻麻，后壁的万把嘛落去。你看伊车头，沿管拢变形焦开，头顶万把嘛害去啊！普些修理车后壁车壳嘛害了了。哎，这个是很危险的，那真的是有问题啊！技术也不好吧，精神恍惚之类的吧。 离经车祸发生伫台中北屯这间美食的卖场，来到现场，条仔拢有弄到的痕迹。警方调查，调查是41岁姓李的查甫人，伊下晡4点外买完物件，离开时伫3楼停车场的车路，伊先弄到这台白色的四层的，驶北去了弄到条仔，又搁弄到头前这台修理车，后来搁遇到这台银色轿车，总共去弄到3台车，加在无人受伤。 李男精神恍惚，疑似施用毒品后驾车。经李男同意后，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。这个姓李的驾驶车顶无违禁品，初步的快胎有验出毒品阳性的反应，涉嫌食毒品驾驶。等伊验证的结果出来，会加以上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